喺中國幾千年嘅文明史，點解咁多宏偉嘅軍事工程都係喺秦始皇時代嘅呢？而且仲係集中喺秦統一中國前後短短嘅10幾年之間。等我哋行返秦始皇嗰隊無敵軍團所行過嘅足跡，一齊揾出當中嘅答案。歡迎收睇《復活的軍團》。秦國喺統一天下之後咧，佢個版圖擴大咗10幾倍。為咗防範反秦嘅勢力咧，秦始皇下令拆毀6國嘅城牆堡壘，打通河道，並且以首都咸陽做中心，大規模興建交通網絡。另外啊，秦國喺統一前後咧，都開鑿咗鄭國渠同埋靈渠。首先講下鄭國渠先啦，佢令到關中地區原本貧瘠嘅土地變成肥沃。咁而靈渠咧，亦都令到秦軍可以由水路進入嶺南，成功征服南蠻土著。呢度係今日嘅廣西桂林。喺公元前219年，秦軍南下征服南蠻土著嘅時候，曾經喺度駐紮軍隊。喺戰爭初期，秦軍嘅統帥屠睢曾經向秦始皇寫咗一封信。咁佢話：皇帝陛下，戰事進展順利，嶺南之地喺不久之日即可以歸附，天下即將一統。喺2年之前，中原6國先後滅亡。黃河同長江一帶亦都已經併入秦國嘅版圖，但係南方珠江流域一帶仍然未歸秦嘅。秦始皇於是下令50萬秦軍南下，大軍冇遇到抵抗，好快入到桂林。不過因為頑強嘅土著人神出鬼沒，佢哋日頭會匿埋，到咗夜晚呢，又會突然出嚟偷襲秦軍。再加上叢林裏面周圍都有瘴氣，又有毒蟲，搞到遠征嘅秦軍將士非常之攰。而屠睢最擔心嘅就係軍中嘅糧食就嚟用晒。肚餓嘅士兵好容易打擊埋佢哋嘅鬥志，仲破壞秦軍嘅南下大計。當時秦軍嘅後勤部隊係由北方嘅糧倉運送糧食到南方前線嘅，主要係靠陸路運輸。而南方仲未開發，唔單止山高水遠啊，而且周圍仲係叢林，令到秦軍嘅後勤補給相當之困難。當戰爭持續咗一段時間之後，有一次越人偷襲秦軍，連最高統帥屠睢亦都被殺死，秦軍即時好慌亂。史記曾經記載呢場戰爭㗎，佢話秦始皇非常焦慮，佢親自趕到南方，一直去到湘江一帶嘅時候，秦始皇終於明白到，要結束南方嘅戰爭，就一定要解決軍糧運輸嘅問題。喺今日嘅廣西興安縣，有一條睇起嚟好普通嘅河流，但唔係咁多人知道呢條叫做靈渠嘅人工運河，就係當年秦軍嘅北方船隊由長江進入嶺南嘅唯一通道。不過喺今日，呢條曾經係秦軍打贏仗主要關鍵嘅運河，已經成為一條民用嘅河道。喺度生活嘅人會用呢條運河做交通運輸嘅網絡，或者係用河水灌溉啲農作物。同時，亦都因為呢條運河有個輝煌嘅歷史，令佢成為今日廣西興安縣一個重要嘅旅遊景點。雖然係今日走過呢條運河嘅人好多，
但係有幾多人會確實知道喺開鑿運河嘅背後，秦人付出咗幾多嘅精力同埋心血呢？睇返歷史，喺秦人征服南蠻戰爭之前，長江同珠江之間都冇河流相通嘅，50萬秦軍嘅糧草根本冇辦法由水路運送。當秦始皇諗極都諗唔到對策嘅時候，有一個叫史禄嘅人就提出咗將湘江同漓江之間起一條運河，打通南北兩大嘅水利系統。咁到時船隊就可以由巴蜀一帶嘅糧倉出發，入到長江嘅支流湘江，咁再通過呢條運河去到珠江嘅支流漓江，後勤物資就可以直接由水路送到戰爭嘅前線。雖然呢個驚人嘅建議可以解決到糧草補給嘅問題，但係由於湘江同漓江之間嘅直線距離只係有4至8公里，兩江嘅高低相差幾百米，即係話就算運河可以打通啊，渠水亦都會一時間湧落嚟，根本就冇辦法俾船行。不過問題好快就解決咗，就係將渠道延長，降低水底斜坡嘅斜度，減慢河水嘅流速，俾啲船隻可以行到。雖然喺今日啊，已經冇人知道靈渠最初嘅構思係點樣嚟嘅，亦都唔清楚秦人係點樣只係用咗2年左右嘅時間就完成呢項咁巨大嘅工程。喺2000幾年之前，呢條全長大約33公里長嘅運河，打通咗人類歷史上最大嘅內河運輸網絡，的確係一個奇蹟。靈渠起好之後，解決咗軍糧嘅運輸問題，秦軍亦喺第2年平定咗土著人，而匈奴人就成為秦國最後一個對手啦。由於呢個北方草原上面嘅游牧民族對中原文明一直係一個巨大嘅威脅，當年秦軍喺南方奮戰嘅時候，匈奴人就乘機走到黃河，直接威脅秦帝國嘅都城咸陽。喺公元前215年，大將軍蒙恬奉秦始皇懿旨，揮軍北上解決匈奴問題。但係30萬大軍並冇即刻同匈奴騎兵決戰嘅，反而停留喺日久失修嘅長城邊界。其實喺春秋戰國時期，北方嘅秦、趙、燕3國為咗抵禦匈奴人嘅侵略，而陸續喺邊界度修築長城。喺今日嘅甘肅省臨洮縣，呢段古長城就係喺當年秦昭王時期所修築嘅。由秦長城向東北方向，會見到一條斷斷續續、殘舊又損毀嘅長城。佢就係趙國當年曾經用咗幾百年嘅長城啦。而今次秦軍去到呢啲北部邊疆嘅長城，主要嘅任務呢，就係維修呢啲破舊嘅長城啦。咁點解蒙恬要咁樣做呢？匈奴咧係游牧部落嚟㗎，佢哋居無定所，佢哋有時咧可能會聚集埋一齊，成為一個好兇猛嘅軍隊。但係有時間咧，亦都會散落喺唔同嘅地方做游牧民族。匈奴人咧亦都係游擊戰嘅高手嚟嘅。如果秦軍想正面交鋒嘅話咧，佢哋可能會先避一避風頭，跟住一個屈尾十咧就攻翻秦軍嘅後方，
希望殺佢一個措手不及。嗱，試諗下啦，秦軍遠征嘅話，梗係希望速戰速決啦。但係打極都打唔到場仗嘅話都幾猛陣嘅。蒙恬呢就用一個長城嘅戰略，佢改造過嘅長城策略呢，除咗起到防禦作用之外，亦都起到一個重要嘅進攻作用。長城嘅首要作用係預警，而呢啲最高地方嘅烽火台就係有預警作用㗎喇。喺長城嘅沿線，秦軍修建咗好多由堅固城牆築起嘅小城，呢度就係戍邊軍民所住嘅地方啦，亦都係長城嘅戰略支撐點。喺離開長城有一定距離嘅後方，秦軍又修築咗一啲軍事據點。咁當出擊匈奴嘅時候，呢啲軍事據點一方面能夠容納好多嘅軍隊，另一方面呢，又可以囤積大量嘅後勤物資。咁等秦軍喺作戰嘅時候，前後方都可以有充足嘅補給同埋保護。喺1年之後，蒙恬大軍基本上完成咗長城嘅維修同埋改建工程，而且亦都係到咗同匈奴開戰時機。秦軍因為有長城做依靠，又有先進嘅裝備，咁最終只係用咗1年嘅時間就打敗咗匈奴。呢場戰爭令到秦始皇深深體會到長城有重要嘅戰略優勢。喺之後，秦始皇就大規模咁修建長城。秦帝國由內地徵召咗100萬人，沿住5000公里長嘅北部邊疆，展開咗史無前例嘅國防工程。呢條西至臨洮、東至遼東嘅萬里長城，橫貫咗秦帝國嘅北方，係人類史上最巨大嘅軍事工程。雖然喺反擊匈奴嘅戰爭裏面有長城嘅防護，但係秦人仍然喺後勤方面付出咗沉重嘅代價。根據專家推測，平定南方嘅戰爭耗盡咗秦人喺巴蜀嘅糧倉，而關中平原保障咸陽都城嘅糧食又唔准調用，咁所以供應俾北方軍隊嘅糧草主要係嚟自山東半島嘅。不過山東半島至北方草原嘅距離有成1000幾公里，運糧草嘅隊伍要2次穿過太行山，同埋至少3次渡過黃河。喺史書度就咁樣記載，由出發地點到目的地，運送部隊平均每消耗192石嘅糧食，至可以剩低1石供應俾軍隊。而為咗向前線軍隊運送糧草，已經造成成千上萬嘅民夫死亡。到咗呢度，秦始皇明白到，如果以後要徹底擊敗匈奴人，一定要解決後勤運輸嘅問題。因為嗰啲戰敗而退到草原遠處嘅匈奴人，並唔會就咁消失嘅，佢哋隨時會再次南下。秦帝國滅亡之後嘅100年，史學家司馬遷遊歷到中國嘅北疆，喺嗰度令佢有好大嘅發現，而且仲喺史書度咁樣記載：喺崇山峻嶺嘅上邊，竟然有一條開山填谷嘅直道，而呢個就係秦始皇嘅徹底解決方法——開鑿秦直道。呢一條係一條2000幾年前嘅軍用高速公路，喺今日陝西省北部嘅大山裏面，呢條秦直道嘅遺跡依然睇得好清楚。
令人驚歎嘅就係呢條直道可以穿過一啲地勢險要、人又好少去到嘅地方，開山填谷，路線遠到海拔1800米嘅子午嶺。由於直道修築得相當之結實，所以令到直道上面嘅樹木到而家都好難生長，只有一啲生命力頑強嘅野草啫。而喺直道嘅某啲嘅地段，咁更加可以行車添。為咗對循直道有更深嘅了解，歷史學家對循直道嘅遺跡做咗勘察工作。歷史學家發現，直道由秦帝國嘅都城咸陽開始伸延至北方，一直通到大漠遠處嘅九原，全長有700幾公里，絕對唔會比萬里長城遜色嘅。喺內蒙古包頭市嘅西邊，有座叫秦九原城嘅古城遺址，就係直道最北面嘅終點。當年嘅九原係秦國北疆嘅軍事重鎮，軍用物資都係會嚟到呢度，再分發去到秦國北部嗰啲負責修建同埋守衛長城嘅軍民嘅。而700幾公里長嘅直道，就為秦國提供咗一條可以好快咁調兵遣將、運送糧草嘅道路。根據專家估計，如果北部嘅邊疆一旦有事呢，秦國嘅騎兵部隊只係需要3日3夜就可以由咸陽趕到九原，而中央政府喺1個星期之內就能夠完成後勤補給嘅工作。但係令人唔明白嘅就係，當年嘅秦人點樣掌握到精確嘅地質測繪技術呢？1986年喺今日嘅甘肅省天水市附近嘅原始森林裏面，考古人員發現咗一啲古代嘅墓葬，裏面出土咗7塊鋪滿泥嘅木板。經過專家研究之後，好奇怪咁發現到呢啲木板竟然畫咗地圖嘅，可以話係中國最早發現嘅木板地圖。如果秦人有一定嘅地質測繪技術嘅話呢啲地圖至少要符合定量製圖學嘅6個標準。考古人員再發現到呢啲地圖係一個軍馬場場長所有嘅。地圖喺古代嘅中國呢，通常係屬於國家機密。一個軍馬場嘅場長唔可能擁有同國家軍事工程有關嘅地圖㗎。但係當中嘅原因同埋秦人係點樣做測繪工程呢？單憑張地圖呢，揾唔到線索。只不過我哋可以相信秦人一定擁有一批超越時代嘅工程人才。2000幾年已經過去啦。直道亦都荒廢咗好耐，而家間唔中呢，只係會有一啲小朋友喺當年嘅直道度走過。不過，無論經過幾多個歲月，亦都唔能夠磨滅直道嘅功績嘅，因為呢啲四通八達嘅道路，的確為南征北伐嘅秦軍提供咗強而有力嘅支持。喺世界度，只有極少數嘅人呢，能夠成功喺歷史嘅轉捩點當中創造歷史嘅。咁而秦國呢，就係憑住一系列重大嘅軍事工程，同埋優秀嘅車隊，以及一個覆蓋住全國嘅道路網絡，去共同建立一支強大嘅秦軍。而秦軍就創造咗歷史。